一粒米百粒汗，这农民拢是靠天食饭，希望会当有好收成。纪录片《台湾新农段》10月30日网络顶头发表，希望透过影像，让民众了解到台湾传统的农业文化，也有农民的心声。有人拢咧叫阮农业博士啦，吼，我毋是博士啦，哈，阮是算讲哦，针对一个产业做较久，经验较济安尼尔嘛。哦，其实讲农业就是经验的累积。记录农民一世人投入农业的故事，台语发音、字幕也全台语的纪录片《台湾新农段》分做3段，透过影像记录3位捌到过新农种的农民，希望让大家了解农民种植的辛苦，还有一路行来的点点滴滴。其实这个农民啊，其实是我身躯边的大哥甲大兄，我感觉因的故事就是真使人尊重，因就是咧推销台湾的农业，而且是一世人，甚至有超过60年一家子的时间，拢咧推广，拢咧做农业。3段故事分别以稻米地壳农业技术做主题，纪录片制片人也分享，农业有真侪咱台湾的传统文化，佮有语言伫内底，所以来做这出纪录片，会当将农业的思维记录落来，是伊感觉珍贵的所在。因为农是永远会当延续落，所以咱必须要培养下一代。虽然较辛苦，但是毕竟伫苦中有大甜。咱袂去夭掉。纪录片主角之一的黄基才强调，粮食是一切的根，希望政府会当加重视，继续培养相关的人才，让台湾的农业更较稳定。另外，制片人也表示，除了伫 YouTube 顶悬会当看到纪录片，未来希望会当去到学校、农业单位来分享，希望斗阵来传承台湾农业文化的知识，做伙为台语定根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。